来看中华又个传出坠落过车路红龙溪的事件。昨暗头有一个民众赛车经过彰化市的东外环路段的时，有一只坠落汹汹冲出来结果红龙溪。这个路段今年嘛已经有3只路红龙溪了。农业处是表示讲会来检讨改善。驾驶赛车驶落行，甲头前车嘛有保持距离，毋过安全岛汹汹一只大水落撞出来，驾驶未负反应，直接撞落去，互伊错一条。反应都来不及了，比较担心的是，如果下次是骑脚踏车的，还是骑机车的比较危险。因为拢伤过大力，这只大水落当场死亡。代志发生伫咧12月12日暗头6点迄卡斗，地点伫咧彰化市东外环，也就是第74号线落南的路段。警察接到通知，随去处理，加载无牵连到别人。自小客车驾驶并没有受伤，那本所警力立即将水路移至路旁，避免影响行车安全。这站甲坠落龙龙溪的事件是这个路段今年的第3站，另外嘛有未少坠落接近邻家厝，也是甲民众近距离接触的状况。彰化县府农业处表示，八卦山这带花坛、田中甲丽水，拢是坠落接出现的所在，而且坠落的数量是愈来愈多。如果那是原生种的水路，就是会受到野生动物保育类的保护，它的那个保护强度会比较高。如果是经济动物溢出的话，我们还是以就是兼顾民众的生命安全还有财产。彰化县农业处表示，因为这水路红定义做经济动物外溢，今麦经伫内区路段设警示甲标示，并且评估设围篱啊。若准讲数量伤过头济，会看状况来掠捕，避免弄死动物的意外，搁再发生。记者彰化报道。